各位街坊，今日我哋傾嘅呢個話題可能會令你對自己嘅人生產生全新嘅體悟。你有冇發覺由今年開始，成個世界嘅氣場已經唔一樣？呢個唔係我嚇你哋，呢個係天運嘅運行規律，係我哋老祖宗幾千年前就已經推算妥當嘅結果。中國人論命幾千年睇過嘅八字何止成千上萬？有一句說話我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哋講，一個人命好定命唔好，努力固然重要，但你有冇踩中嗰個運先係決定你呢一世能夠行到幾遠嘅關鍵。就好似你係一隻船，無論你劃得幾用力，如果行嘅係逆風逆水，再辛苦都行唔遠。但如果你踩支順風，輕輕一劃就已經順風順水，就好似從前經濟起飛，嗰批人踩準時機就發達咗。唔係佢哋比其他人叻，而係佢哋剛好踩中咗天運。今日我要話俾你哋知，有3個生肖，佢哋已經企響呢股洪流正中央，未來20年佢哋嘅財運基本上已經鎖定。咩叫鎖定？就係只要你唔好自己搞亂自己，只要稍微動下腦筋，呢啲財富就會自動滾過嚟。呢3個生肖係邊個契機，又響邊度？你哋今日聽完我講嘅呢啲，好好諗一諗，可能呢一世嘅財運就由呢度開始轉變。如果覺得我講得有道理，麻煩響留言區打出4個字，接住好運，令呢股氣場同你對上。仲未點追蹤嘅，記得點一下訂閱，打開小圓燈，往後每一個改運機會你都唔會錯過。好，我哋由頭講起。你有冇聽過3元9運呢個詞？好多人聽過，但唔一定明白。今日我就將呢個道理講俾你哋聽，講到通透。3元9運係中國古人觀察天象、記錄氣候變化總結出嚟嘅一組時空規律。呢套學問嘅根源喺邊度？就乾河圖洛書，由龍馬背脊見到嘅神秘圖文，由靈龜背脊發現嘅玄妙義理。呢2幅圖，一幅講天，一幅講地，合埋一齊就構成咗成個宇宙嘅運行密碼。古代嘅易學家根據河圖洛書嘅原理，依從木星同土星嘅運行規律，將時間分為3個大周期，每個大周期60年，稱之為3元，分別係上元、中元、下元，剛好一個大循環。跟住每一元再細分為3碗，每碗20年，所以叫做3元自然個碗。呢9個碗分別對應含啲水坤二圖震、3木4木中5圖乾、6金好7金近8圖離9火。你哋聽明白未？呢個唔係邊個人編造出嚟，係古人幾千年智慧嘅結晶。呢套理論準唔準？我同你講，準到你驚。我哋剛剛經歷完嘅呢20年，2004到2023年係近白運、近屬土個代表咩？代表山、代表石頭、代表地產。你哋再諗下過去呢20年咩行業最搵錢？係咪房地產？無數人靠房地產發家，城市亦都因為房地產而崛起。呢個就係近白運嘅威力。你試下回想20年前，樓價由谷底一路升到天價，有幾多人係靠樓房翻身？但由今年開始，我哋正式進入離9運係咩？離火，一入就係整整20年，一路到2043年。離卦係咩卦？離係火，係光，係文化，係科技，係心臟，係中女，係雙眼，係魅力。你哋睇下，科技日益發展，人工智慧改變世界，人人都睇手機，對住發光螢幕，短視頻直播，虛擬實境，全部都係火之象。我跟住落嚟要講嘅就係今日呢個話題最重要嘅內容，你哋要認真聽。五行相生，大家應該都聽過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呢個係一個循環相生。就好似夏烤嘢照顧仔女，要供給養分，仔女先可以健康長大。而家離火運，火最中意生嘅就係土，因為火燒完之後會產生灰淵，灰燼就係土，所以火生土。土係火嘅親生仔，問題就嚟響離火。9運入面，火氣極之旺盛，會大量生出土，就好似一個精力充沛嘅媽媽，生好多仔女，鞏固佢哋嘅氣場，就會源源不斷補充。呢個就叫母旺子傷仔女，因為夏后幼兒顯貴。陽命理學入面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理。乾離火運入面，屬土嘅生肖就會佔大便宜，因為火不斷生土，你根本唔需要幾費力，天運就會推住你向前行。
咁12生肖入面邊啲生肖係屬土嘅？好多人會直接講牛、龍、羊、狗呢4個都屬土。冇錯，右邊有個支痕級別，係一個甲乙句子，按照地支嘅五行屬性劃分，你成個地支都屬土。但土呢4個地支都屬土，有濕土、乾土、有陽土、有陰土，現具火運入面，唔係所有土都可以得到同等好處。經過仔細推算，響九運之中，雖然火能夠生土，但發揮到極致得益最多嘅係呢3個生肖，第一係屬龍屬土，第二係屬狗戌土，第3係屬牛啊，呢3個。我哋先講龍響12生肖牌第5對應地支神係咩土？神係水符，亦都叫做濕土。神入面藏有3個天干，分別係木土、乙木、癸水。你睇下神土入面有土有木仲有水，係一個陰陽調和嘅土。呢個有咩作用？響命理學入面最忌人就係太燥或者太。如果係一堆純謙土遇到大火，可能會變得焦躁，反而唔好。但神土唔一樣，神入面有癸水，可以適當潤澤火氣，令火土相生嘅過程更加平衡。與此同時，神入面嘅乙木仲會暗中生火，形成木生火、火生土嘅良性循環。呢個就係神龍響火運入面佔優勢嘅根本原因。仲有一點要留意，神係龍，乾中國傳統文化入面係帝王之象，代表變化嘅契機龍，能夠入海，能夠升天，係12生肖入面應變能力最強嘅一個。離火運係一個大變革時代，舊有格局不斷被打破。喺呢種環境底下，龍嘅應變能力就大派用場屬龍嘅人向火運，做邊啲行業最旺？屬火嘅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網絡、美容、餐飲呢啲領域，如果向呢啲行業發展，天時地利人和就一齊齊備。而且神土係水符，水響五行入面代表財屬龍嘅人，天生有聚財能力，再加離運火生土旺，只要把握時機，財富累積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順利。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故事，我認識一位屬龍嘅朋友鄭先生，1976年出世，今年剛好50歲。佢從前響一間傳統製造業做咗10幾年，收入穩定，但平平無奇。2021年嗰陣，佢任職嘅公司因為產業轉型，將佢成個部門裁撤。嗰陣佢45歲，出去揾工，到處碰壁，成個人灰心到極點。但佢行最難為嘅時候，做咗一個決定，將自己多年累積嘅行業經驗整成線上課程，拍短視頻分享。頭幾個月冇咩人睇，但佢冇放棄到2024年初，亦即係離火運正式開啟之後，佢其中一條影片突然爆紅，短短半年時間，佢嘅線上學員由幾百人漲到幾萬人。而家佢每個月嘅收入係從前返工時候嘅5倍以上。佢後來同我講，我從前總係覺得自己運氣唔好，而家先明白，唔係我變咗，而係時代變咗。我只係剛好踩上呢個風口。呢個就係屬龍嘅人響離火運入面嘅優勢，佢哋能夠敏察覺變化，譬如個甲乙嘅月字，仲有勇氣做出改變。當其他人仲猶豫不決嘅時候，佢哋已經行動咗。講完龍，我哋跟住講第二個財運所定嘅生肖屬狗，屬狗行12生肖排第11，對應地支戌。個戌係咩土？戌係乾土，亦都係火庫。你哋留意呢個詞，火庫。咩叫庫？就係火嘅錯庫。火生於人，旺於午，冒於戌。戌係火嘅歸宿同收藏之地。講到呢度，我用一個最容易明白嘅比喻，火運就好似一間超級旺嘅商場，人流不斷，生意滔滔，但做生意賺翻嚟嘅錢，最後要擺響邊度？要擺響保險櫃入面，屬狗戌。呢個火庫邊就係呢個保險櫃，離火運產生嘅財富，最終都需要一個倉庫儲存。而屬狗嘅人本身自帶火庫，自然能夠鎖住呢啲財富氣場。戌土入面藏有3個天干，木土辛金同丁火。你睇入面有丁火，外面嘅離火同入面嘅丁火互相呼應，氣場更加強大。而且入面有辛金財星，仲有火生土，形成一個好好嘅財富格局。屬狗嘅人響離火運入面，跟住落嚟可以從事相關屬火嘅行業，但更加要注重收藏同積蓄。離火運嘅特點係向外散發，光芒四射。但屬狗嘅人如果能夠響呢股大潮入面保持一份沉穩，
一邊順應可勢發展，一邊將賺翻嚟嘅錢好好儲存妥。當20年完結之後，你累積嘅財富一定會令所有人刮目相看。我再講一個屬狗嘅真實例子，我認識一位林女士。1982年出世，屬狗，佢喺一間網絡公司做咗10年，營運能力好好，但一直唔太識得表現自己。公司入面俾佢遲入職嘅同事都升咗好幾級，淨係得佢仲係基層主管。佢心入面委屈，但從來唔同人訴苦，只係默默將手頭工作做好。2023年底，佢任職嘅公司做咗一次大調整，好多同事因為焦慮紛紛跳槽，淨係得佢沉住氣，將手頭工作做得比平時更加細緻。今年年初，公司先來一位主管，一眼就睇中佢踏實專業，直接將佢升做核心嘅專案負責。人工接近翻倍，仲配發期權。佢後嚟同我講，我從前總係羨慕其他人識得交際，識得表現，而家先明白我呢種性格唔係缺點，只係時機未到。火運一到，踏實嘅人自然會俾人睇到。呢個就係屬狗嘅人響離火運入面嘅優勢，佢哋唔浮躁唔氹快，但一旦踩準節奏，就可以穩穩陣陣將財富鎖實。最後講第三個鎖定財運嘅生肖屬牛，牛響12生肖排第2，地支係丑，丑係咩土？丑係濕土，同時亦都係金符。丑土入面藏有己土、癸水同辛金，係一個典型濕土。一個土入面有水，內藏金氣。乾離火運入面屬牛嘅優勢，乾邊度？乾佢嘅後勁同穩定離火運嘅特點係火氣旺盛，變化繁多。如果冇一啲水同金嘅氣場調和，就好容易過於浮躁。屬牛嘅人天生性格甲乙個乙字，屬牛嘅人天生性格踏實穩重，唔中意冒險，強變幻莫成為最大優勢。其他人浮躁之中追象實跌，屬牛嘅人就可以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行。其他人可能一時賺得多，但屬牛嘅人唔單止可以揾到錢，仲能夠累積財富。20年落嚟，累積財富嘅厚度可能比其他人更加堅韌。以穩健步伐行好每一步，20年之後回頭一望，你會發覺自己行得比任何人都遠。我再講一個屬牛嘅真實例子，我認識一位周先生，1973年出世，屬牛，佢早年做裝修工程，揾過一啲錢，但一直做唔大。佢做事節奏慢啊，其他人同時接3個工程，佢淨係接1個，但每一單都做得特別細緻，客戶口碑非常好。前幾年大環境唔好，好多同行揾唔到生意，紛紛轉行，淨係得佢舊客戶一個跟一個回頭揾佢，仲幫佢介紹新客戶。今年年初佢接到一間大型連鎖品牌嘅裝修專案，對方就係睇中佢做事穩妥，唔會出亂子。呢個專案做完之後，佢公司規模擴大1倍，收入直接翻2倍。佢同我講，我呢一世人最大優點咧係慢，最大缺點亦都係慢。但而家睇分慢有慢嘅好處，風浪嚟個睇分慢嘅人好容易翻船，閒度穩嘅人先可以平安抵岸。呢個就係屬牛嘅人慶離火運入面嘅優勢，用穩健抵動浮躁。右邊時間換取空間呢個一個甲乙嘅配置，用時間太負厚度。見人有人可能會問金屬陽嘅未土又點係未土？雖然亦個屬土，但未係木庫內裝乙木己土丁火。佢右邊有個字好突遇字，會消耗一部分氣場。佢生木再轉而生火，兜多一個棍，而且未同丑相沖，所以響離火運入面嘅優勢比不上神龍戌狗同囚牛。不過只要八字搭配得宜，屬陽嘅人一樣可以有唔錯嘅運勢。最後點樣響離火運順勢而為，將火土嘅氣場發揮到最大。方位選擇坐北向南或者大門向南多向南方活動，可以借到火運嘅氣場。風水同擺設保持南方採光充足，響東北方同西南方土位擺放陶瓷、花瓶、水晶呢一類石質擺設，可以增強土嘅氣場。飾物佩戴右邊有個字很特別，4個家戶嘅朋友可以考慮佩戴航馬牛、黃銀黃水晶。你一類大火土屬性嘅航字，你一類藍色着屬火或者黃棕米色屬土。右邊有個字很特別，所以嘅甲乙個乙字，避免過刀黑色、深藍色、水黑火更多，接觸科技文化、傳媒、餐飲等屬蛇、適合或同樣屬土嘅生肖合作，互相造旺。右邊有個字很特別，
是一個甲乙的乙字，易經有云：天行健，君子將不喜地勢坤。君子以厚德載物，天規說地，天時地利。現在要分清幾時該進，幾時該退。呢個甲乙的預知理科舊月已經正式開啟，祝各位把握良機，順風順水。如果覺得今日內容對你有幫助，麻煩點個讚，轉發俾身邊屬龍屬狗嘅親朋好友。你一次分享，可能就係佢哋轉運嘅開始。我係岑師講生肖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